Hello，今日咧 KK 教室會講一隻神州控股861。呢一隻股份咧，賣點就幾多啊？包括大數據啦、智慧城市啦又有技術，又有方案，又有產品咁樣。咁點解今日會講呢一隻咧？點解今次會講呢一隻股份呢？因為喺6月份咧就同公司管理層就見過面，了解過公司嘅最新情況。當時就喺聊天室入邊咧就同大家推介。當然啦，大家都會覺得一頭霧水嘅，神州控股究竟係做啲乜㗎？又唔係好當炒喎咁。當時股價咧都係喺4個零嗰啲位置咧就悶。而喺近排咧就開始突然有飆升啦大家當然都會係哇升咗上嚟喎，哎呀我都想了解多啲啊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嘅教室咧就冷門啲就講呢一隻神州控股。其實神州控股咧就係喺101年啦，當時就聯想入邊分拆出嚟嘅。當時叫神州數碼。喺業務發展咧好簡單嘅啫，賣一啲 IT 嘅產品做分銷。之後咧就越做越好啦，因為喺聯想啦，你見到越做越差嘅情況之下咧，反而神州數碼咧就開始會做埋一啲方案啦，一啲叫 IT 嘅服務啦，幫一啲中小企啊或者係啲個人客戶啊等等咧，就做啲系統嘅安排。之後咧就更加發展咧，就唔單止係產品同埋啲系統方案啦，仲包括埋一啲咧高技術。亦都公司咧就慢慢就開始轉型啦。而家咧其實叫神州數碼控股，簡稱叫神州控股啦。而公司嘅業務入邊係做乜嘅咧？其實而家係非常之大嘅，成棵樹咁大。中間就核心業務啦，就智慧城市、智慧產業鏈。仲有一啲咧神州信息即係喺 A 股上市嘅間公司。而同一時間咧就會做一啲唔同嘅戰略投資啦，亦都係一啲戰略孵化器等等。所以咧佢牽涉嘅範圍咧係非常之大嘅。首先咧，了解神州控股啦，佢哋一定要了解咧就係大數據對於佢哋嘅幫助。大數據咧，大家講得多啦，即係好多數據加埋啦。加埋意思係啲乜咧？因為好多數據咧，而家我哋講越嚟越多啊，即係我哋講緊個 volume 咧就夠大啦。而我哋有個資訊都非常之快，再加埋咧就有好多真假啦，亦都非常之雜亂。而你喺嗰個整合嘅過程入邊即係加以去消化計算嘅話咧，就成為一啲有用嘅數據，我哋就叫做大數據啦。而大數據有咩用途咧？商業上邊管理應用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精準銷售甚至乎咧係商業就要計數，就係我每分每秒要係要賺幾多錢啊等等。所以咧你只要係喺嗰個數據上邊用途會係好有效率，你變相咧對於嗰間公司嘅營運效率都會好高。亦都當然係咧可以整合翻咧成個業務嘅流程啦。我哋日常生活嘅最明顯係啲智能嘅穿戴啦。包括啲智能手錶啦、計心跳等等。呢啲都係大數據嘅用途。而另外咧就包括係醫療嘅研究啦、科研開發啦。亦都係有啲機器嘅設備咁樣點樣去進化，令到佢哋更加有高效能咧當然啦，而家即係喺大數據應用入邊，尤其是內地咧，就喺嗰個執法方面安全方面咧有個好大改善。只要你用啲天眼系統係一啲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可以揾翻一啲嘅犯人等等，加強翻一啲國家執法。喺神州數碼入邊咧嘅業務非常之廣泛。主要就係神州信息啦。神州信息咧就係咧連續咧成7年都係內地一啲金融嘅系統number one。全部嘅內地銀行啦都會係利用翻佢哋嘅系統。而呢部分咧佔嘅收入咧都係最多嘅。亦都係公司呢一個幾穩定嘅收入啦。增長方面咧就一定唔會好大㗎啦。
啦。咁但係喺另外啲核心業務增長咧就非常之誇張。咁啊包括啲智慧城市業務啦，咁入邊咧我哋一定要認識一個叫做燕雲 DaaS 呢樣嘢啊。咁陣間會講嚇，呢一個咧係喺即係國家級咧一個叫做科技開發方面咧非常之重要。咁而另外咧就係一啲智慧嘅產業鏈嘅業務啦。咁啊旗下一間公司咧叫做科捷物流。咁啊喺而家我哋叫做物流嘅使用量方面咧係非常之多嘅。咁而戰略投資入邊咧，咁當然仲有即係公司一個好重要嘅投資部分啦。咁啊，旗下有一間公司咧就慧聰網嚇，慧聰網咧就2280喺香港上市嘅。咁啊，佢就係即係神州控股呢間公司咧就佔2成嘅業務啦。咁啊，做啲商業信息服務。咁而智能製造方面咧，旗下有一間咧就叫做智能嘅雲科。咁而再加埋咧，其實因為公司喺而家好多全國各地咧都會喺一啲城市智慧城市嘅研發中心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候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啲科學園，咁亦都咧係支持翻當地一啲嘅企業孵化啲初創發展。咁而家暫時嘅市值咧規模咧就已經去成46億咁多，咁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資產嚟。神州數碼入邊咧最重要一個嘅資產就係呢個燕雲 DaaS 啦。咁啊燕雲 DaaS 係乜咧？DaaS 其實簡寫嚟嘅。咁啊2013微盟咧我哋就講 SaaS 啦。咁啊而呢一個嘅燕雲 DaaS 咧其實就 DaaS 就係一個叫做數據積服務啊。數據積服務係啲乜咧？咁啊喺一紮嘅數據將佢哋整合完之後咧再加以管理，咁啊，然之後令到啲數據係出到一個結果，咁而呢一個嘅燕雲 DaaS 咧係可以解決到而家喺全中國甚至乎全世界咧，因為每一個嘅數據資料庫，譬如話一間公司，佢哋有嘅系統上邊咧係唔同嘅，咁而我哋所謂嘅電腦嘅原始程碼嘅情況咧，嗰個開發情況咧亦都唔同，咁即係話大家用緊唔同嘅系統，咁但係呢個燕雲 DaaS 最厲害咧就係佢可以將所有唔同嘅系統、唔同嘅程式碼咧就整合埋一出嚟，咁而整合出嚟嘅數據咧，亦都係因為一啲安全嘅問題咧，可以俾到其他人又唔會話盜用到嘅喎。咁呢一方面咧，就對於而家喺內地發展呢個智慧城市咧，有非常之大嘅幫助。講緊大數據咧，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每一個單位公司又好啦，或者政府部門都好啦，因為佢哋開發自己嘅系統嘅時候咧，會用唔同嘅系統程式或者用唔同嘅編碼。咁而當佢哋要到全城市下一個數據整合咧，就出現啲問題啦。佢哋相互連接唔到嘅。咁但係你有一個燕雲 DaaS 嘅系統一個平台咧，就可以幫助到佢哋將佢哋嘅資料拎上去燕雲 DaaS，然之後做個運行，然之後有一個嘅結果出嚟。咁而呢個結果咧，某個程度上只要係吸取佢哋部分嘅資料，唔包括呢啲私人嘅資料咧，咁佢哋系統上邊嘅即係覆蓋嘅情況，甚至乎係即係擔心個洩漏情況咧，就唔會發生。咁呢個對於好多唔同公司咧好重要。咁尤其是係而家咧講緊係疫情之下，點解內地可以某一啲城市追蹤到嗰個疫情個量係會咁快，同埋咧可以見到追蹤到唔同嘅一啲部門嗰啲資料庫咧，都係因為咧有呢一啲咁嘅系統幫助。咁所以咧喺疫情之下咧，內地有好多一啲嘅城市咧開始就揾緊即係而家呢一個嘅即係平台呢個燕雲 DaaS 去幫佢哋做，而呢一個嘅平台咧係全中國得佢一個，而全世界暫時嚟講咧應該都仲係得佢一個，因為你研發咗一段比較長時間，所以咧絕對係一個獨門嘅生意嚟添。
既然咧呢個燕雲 DaaS 咁犀利啦，咁當然咧國家非常之重視啦。咁啊，因為佢可以即係成功整合咗一啲好有用嘅數據。咁啊，國家嘅科學技術獎咧，之前咧都頒過俾佢㗎啦，就一等獎。咁亦都咧喺即係我哋國家㗎總書記習近平咧，咁啊亦都係曾經指示過佢哋嘅技術咧係非常之高，非常之重要。咁啊，當然啦，即係喺燕雲 DaaS 個發展，咁當然係公司嚟緊個盈利最大嘅即係上升啦。咁但係你都可以睇翻咧原本嘅核心業務神州信息方面咧，就金融科技你會見到嗱收入咧雖然唔係話增長好多，即係講緊舊年嘅全年，咁但係咧喺嗰個利潤嘅分佈咧增長好快，咁即係話咧講緊收入嘅部分即係穩定增長啦。咁但係你見到佢哋有規模之下咧，個盈利動力越嚟越高，咁所以原本嘅核心業務咧已經相當之唔錯。核心業務已經相當唔錯啦，咁公司未來嘅發展咧就係睇住幾個範疇。咁第一個咧就係智慧城市，咁以而家咧即係公司燕雲 DaaS 個發展啦，同埋喺個別一啲嘅地方開始係叫完成到佢哋一啲項目，亦都係見到其他地方政府見到個情況好唔錯咧，就已經有差唔多120個城市咧開展緊呢個嘅即係智慧城市業務。咁而好多地方咧，亦都係簽咗啲框架合作協議嘅啦。咁啊，範圍非常之廣泛啦。咁有一啲社區嘅服務啦、市民嘅服務啦，甚至乎去到一啲地方自己嘅智慧交通等等啦、環保相關啦，全部都牽涉在內。而家講緊120個城市有嘅服務咧，咁你會見到圖上邊都唔算話真係好多㗎啫。即係話嚟緊咧，公司嗰個餅咧，咁啊全國去做嘅話咧，應該係相當之大嘅。咁而另一部分咧就係個智慧產業鏈啦，咁啊供應鏈加大數據，再加個 AIoT 即係物聯網啦。咁啊喺嗰個範疇入邊就我哋自己成日講話一啲物流機械人啦，嗰啲配送服務物流業務。咁而佢哋而家咧就係內地啦一啲最大嘅譬如 IT 通訊服務嘅物流客戶啦都會係佢哋去幫助得到佢哋嘅系統。咁而入邊咧有啲電商嘅服務啦、進出口啦咁亦都係有啲電商嘅物流啦咁樣。咁你會見到咧公司已經喺呢一部分咧嗰個規模已經做得相當之大，咁亦都係用呢一個叫機械人共舞嘅方式已經係發展呢個業務，所以嗰個增長嘅幅度咧係相當之快嘅。就係公司咧喺唔同嘅範疇業務方面咧都發展非常之順利啦，咁所以每一間公司子公司咧其實嗰個收入方面都已經係非常之大。咁啊雖然咧我哋見到過百億嘅生意，咁可能個利潤暫時嚟講未算太高，咁但係因為咧有好多啲系統性嘅安排咧都係啲複製模式嚟嘅。咁而複製模式雖然未必話每個系統都啱用，咁但係只要佢哋做到規模大嘅話咧，咁啊毛利率增長嘅幅度應該都相當之高，咁再加埋咧利潤咧喺最初咧動力未必話太大，咁但係之後咧規模嘅效果之下咧應該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增長，咁呢一個咧就係會係比佢哋收入增長係更加明顯，咁而公司嘅前景咧亦都可以話係非常之樂觀。咁啊睇翻第一季啦可以話係疫情受惠股啦，好多個公司都係有啲負增長咁啊但係你睇翻啦今次嘅神州控股咧，佢哋個增長幅度有成2.4%咁多，咁而喺一啲即係最重要嘅叫增長動力啦，咁你見到產業鏈嘅收入邊咁都有2%嘅增長，咁而喺頭先提過電商嘅服務啦，因為嗰個即係疫情嘅需求增加之下咧嗰個簽單數量大幅增加成2%咁多，咁而頭先講過一啲嘅人機共舞甚至乎一啲AIoT 物聯網技術服務咧，全部都令到營運效率嘅大大增加。咁而另外咧就好多唔同嘅地方城市啦，譬如話吉林省啦，咁甚至乎咧係即係嚟緊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係因為咧係佢哋攞咗個獎，咁而令到咧佢哋嘅產品咧就非常之出名令到佢哋咧就有一個叫做即係叫抗擊
疫情咧一啲嘅系統出現翻，咁所以咧絕對係一隻疫情嘅受惠股啊。嚟緊咧，神州控股成間公司咧都係以數字中國作為個賣點，亦都我哋講緊大數據啦。咁而旗下咧就分3個類別啊。咁頭先講嘅智慧城市啊、智慧呢個產業鏈啊，其實都係咧旗下2間公司啊，一間叫恩特銳，一間咧就叫科捷。咁當然咧仲有一啲叫控股孵化器，咁即係佢哋投資嗰部分啦。咁增長嘅動力咧應該都唔錯。講咗咁耐啦，咁公司值唔值錢先咁前景發展我非常之樂觀啦。究竟個股價係咪值呢個咁高價呢？咁我哋可以睇下啦。而家神州控股咧個市值就80億啦。咁旗下神州信息A 股嗰邊上市咧都已經係值70億㗎啦。咁而加埋香港上市嘅慧聰網啦，3億幾啦。地產組合方面咧就46億，即係單呢一個嘅即係資產咧已經值120億。咁我哋仲未計智慧城市嗰邊咧。智慧產業鏈嘅業務咧，即係我哋講緊一啲物流業務咧，咁呢2個咧就可以話係加上120億非常之大，絕對可以話咧估值係超級不合理地平。咁所以我會預計啦，即係公司而家都唔夠5蚊啦。如果你話即係正常翻少少嘅話咧，咁我個股價咧你再上升嘅空間應該都幾大下。就唔作一個即係股價上面嘅預測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日後公司嗰個發展嘅情況啦。相信咧估值上面同埋股價方面咧，應該都會係繼續反映翻嘅。